眨下咧就已經嚟到11月啦。11月係我哋感恩節嘅時節，我哋理應該咧就係按住呢一個感恩節嘅情況，心懷住一個感恩嘅心嚟到去向神獻上呢一個嘅感謝嘅。你哋可以坐低嘅啦，其實嚇。咁嘅時候我哋獻上呢個感謝啦，但係大家有冇發覺咧？草我哋可能日日都會祈，但係我哋又未必日日都會好誠心嘅去感恩。尤其是你有冇發覺咧？當我哋人生入邊可能遇到一啲嘅問題，尤其是一啲大災大難嘅時候，若果我哋經歷到神對我哋帶俾我哋有能力，可以將呢啲問題去解決咧，喺嗰一個 moment， 我哋因為好快好容易就諗得起神近排對我哋所施予過嘅恩惠，所以我哋感恩，未必係件難事㗎，因為好快經歷過，好快諗得到嘛。又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入邊，我問過有啲弟兄姊妹啊，喂，佢真係會日日都感恩㗎，但係嗰啲嘅感恩咧就會係話啊，可能我哋日常生活上經歷到恩典。我知道有啲人揸親車都祈禱㗎，唔撞車啊，平安到步啊，就好開心會去感恩。又或者我哋傷風感冒、頭暈身慶，祈禱求神醫治嘅時候咧，我哋得到神嘅醫治，我哋會感恩。又或者可能係就係話我哋祈禱求神加力俾我哋喺某啲嘅侍奉上邊能夠順利達到果效咧，呢種祈禱蒙神應允嘅時候咧，亦都係會向神感恩。我哋會比較容易啲嚟到去因住近排從神身上得到幫助、得到恩惠而去作出感恩。不過有冇諗過，好可能啊，我哋少啲機會、少啲情況，會係按住神某一啲特別嘅屬性，或者佢喺人世歷史上曾經做過嘅作為嚟到向神獻上感謝、獻上感恩。所以喺今日嘅崇拜入邊咧，我哋就會跟住一篇向神發出稱謝讚頌嘅詩篇。我哋會跟住詩人喺呢篇詩篇入邊讚美神、稱謝神嘅進路，嚟到去學習向神發出稱謝，按住神嘅屬性，按住神嘅作為，喺唔同嘅方面嚟到去感謝讚美神。請大家一齊先嚟同我哋一齊係同心誦讀第一節嘅經文，詩篇第100篇第1節，讓我哋一齊同心誦讀。聖經記載：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聖經入邊咧，其實講咗咧，普天下要向神嚟到歡呼。原因係點解？因為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就係創造主值唔值得受造之物嚟到去敬拜讚美佢呢？當然值得啦。睇一睇創世記第1章第1節。創世記第1章第1節清晰地記載神創造天地。但係唔係淨係三位一體入邊嘅父神呢個位格會去創造天地，耶穌都有份嘅。睇睇以下落嚟一段聖經，歌羅西書1章16節，聖經記載：因為萬有都是靠耶穌做嘅，無論係天上嘅、地上嘅、能看見嘅、不能看見嘅、有位嘅、主治嘅、執政嘅、掌權嘅，一概都係藉住耶穌做嘅，亦都係為耶穌而做。所以我哋睇到喺三位一體真神入邊第二個位格聖子耶穌基督喺創造入邊都有份。而喺創世記第1章第1至第2節咧，其實都話咗俾我聽，喺創造天地嘅時候，神嘅靈運行喺水面上，所以神嘅靈喺創造入邊都有份。從頭先經文你睇到，我哋所信奉嘅三一真神，三個位格，無論係聖父、聖子、聖靈，都喺創造入邊有份。你諗下咯。你要有神嘅創造，先至會有宇宙萬物，先至會有人類，先至會有你同埋我。作為受造之物，我哋理應該去敬拜呢一個創造天地萬物嘅創造主，去敬拜我哋所信奉呢個三位一體嘅真神。但係聖經唔單止話人要去敬拜讚美，入邊聖經亦都講到話，成個大自然所有受造之物都要讚美神。睇睇詩篇148篇第3至第4節話：日頭月亮，你們要讚美他；放光嘅星宿，你們要讚美他；天上嘅天同天上嘅水，你們都要讚美他。而喺我哋今日敬拜入邊所唱嘅第一首詩歌《天地讚美》入邊嘅歌詞，正正就係所有受造之物、大自然都要向神去獻出讚美嘅回響。所以弟兄姊妹，睇到大自然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去敬拜讚美神，我哋呢啲按住神形象而被創造嘅人，更加應該要去讚美創造主。但係大家留意，我哋成日都誤會咗，
唱歌讚美神就淨係擘大個口，發出一啲嘅聲音，跟住一啲嘅旋律，唱出一啲歌詞。但係唱頌讚美唔係咁簡單。大家留意一下詩篇第100篇第2節入邊咧，你有冇發覺？當你睇中英文聖經嘅時候，你會發覺英文聖經入邊 worship 嗰個希伯來原文啊，其實個解釋係解 serve， 係解服侍啊。所以你會睇到中文聖經入邊咧，其實係將呢一個 worship 咧譯做侍奉。而喺聖經神學入邊，侍奉同埋敬拜經常性都係互通。嗱，如果你再睇詩篇100篇第2節入邊咧，你會發覺一件事就係嗱，詩篇係經常性都要用一個平衡句子嚟到去寫出嚟噶嘛。平衡句子入邊，你會睇到呢一節經文入邊，詩人心目中向神唱歌就係等於向神敬拜侍奉。所以我哋唱詩讚美神唔係為咗自己 happy 啊！我哋唱詩讚美神，除咗獻俾神之外，亦都係對佢所作出一個嘅服侍。而詩人更加教導我哋咧，唱歌嘅時候應有嘅態度。嗰個態度係乜嘢？係要 worship the Lord with joy, enter His presence with joyful singing。係要用喜樂嘅心敬拜，要用喜樂嘅歌聲嚟到唱詩讚頌。嗱，再留意一下英文聖經入邊呢度 worship 入邊呢一個咧，要 with 一個 joyful singing 啊嘛。喺希伯來文入邊，singing 呢個字原來嘅解釋係解 cry out, shout。即係話要歡歡喜喜地大聲嘅呼喊，歡聲歡呼。所以大家留意咯，唱詩唔係合埋個口，唱詩唔係苦埋口面，唱詩更加唔係鼓埋泡腮。咁你諗下，你頭先唱詩嘅時候，唱唔唱到嗰份喜樂？唱唔唱到神對人要求敬拜嘅時候所帶出嘅開心？試諗下，作為基督徒嘅你同我，難道我哋唔應該為神嘅創造大能嚟到去唱詩讚美？難道我哋唔應該為住神已經透過佢嘅愛子耶穌基督降生喺於世上，喺十字架上邊成就咗救恩，讓你同我能夠因信稱義嚟到去成為基督徒？難道我哋唔應該為呢一種嘅救恩嚟到獻上讚美？我哋難道唔應該為神能夠改變我哋大愛嘅生命嚟到喜樂地歡歡喜喜地嚟到唱詩讚美佢咩？所以弟兄姊妹，為住神對我哋嘅愛，讓我哋學習開開心心嘅用喜樂嘅歌聲嚟到一齊嚟到讚美神，一齊嚟到誦讀詩篇第100篇第3節。聖經記載：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大家可以清楚。睇到聖經頭先話，詩人吩咐每一個人啊，我哋要歡呼喜樂地去唱詩讚美服侍我哋呢一位嘅創造主。然後佢提醒我哋喺呢段聖經入邊話，我哋要曉得，要 acknowledge， 要曉得耶和華就係神，即係我哋要認定耶和華就係我哋嘅神。仲有一件事，詩人提醒我哋係神嘅羊，係神嘅子民，係神草場上邊嘅羊。大家有冇諗過？根據上文下理，其實詩人就係話，我哋要為到我哋自己係神嘅子民，我哋要為到我哋自己係神嘅羊，係神嘅創造物，所以我哋要去敬拜神。而有一樣嘢非常重要嘅，就係當聖經話我哋係神嘅羊，我哋係神草場上嘅羊嘅時候，換句話嚟講，神就係我哋嘅邊一位啊？神就係我哋嘅牧者，神就係我哋嘅牧羊人。你有冇諗過，作為一個牧羊人，係應該會對佢嘅羊做啲乜嘢嘅行為呢？有冇諗過？聖經入面話神就係我哋嘅牧者，神作為一個牧羊人，會對佢嘅小羊做出啲乜嘢呢？我哋可以睇睇聖經入邊所講，神係一個點樣嘅牧羊人嘅。若果我問你，神作為人嘅牧羊人最出名嘅嗰段聖經喺邊度呢？唔使估啦，投影片唔覺意早出咗，你都知道，就係詩篇第23篇。詩篇23篇第1節清晰地講話，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哇！呢一篇詩篇喺舊約聖經入邊最出名噶啦，係咪？因為點解？神就係我哋嘅牧者，講得一清二楚。而你留意嘅話，如果你記得嘅話，喺詩篇23篇入邊，其實清楚講到神作為我哋嘅牧者，能夠喺我哋人生入邊帶俾我哋起碼3種唔同嘅供應，3種唔同嘅福分。我哋為住得到神呢3種嘅供應同福分，我哋就可以去開心嘅稱謝佢、讚美佢、讚頌唱歌讚美佢。
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哋以前講道入邊有解釋過，唔記得都唔緊要。睇一睇神對我哋生命帶嚟邊3種嘅供應。詩篇23篇第1至到第3節上，其實清晰話俾我哋聽，神係我哋嘅牧羊人，佢係我哋生命入邊嘅供應者。聖經話俾我哋聽，神會供應我哋日常生活嘅基本需要，嚟幫助我哋時刻得力。神會供應我哋日常生活嘅基本需要。而詩篇23篇第3節下至到第4節咧，清楚講到明，神會為跟隨佢嘅人，佢嘅子民提供正確嘅指引保護，糾正我哋嘅腳步，以致若果我哋放膽憑信心跟隨神嘅時候，我哋就能夠跟主無懼。呢段聖經話俾我哋聽，神會供應我哋生命入邊嘅保護同埋指引，唔會俾我哋行錯路。而詩篇第23篇第5至到第6節咧，清晰地話俾我哋聽，人生係有可能遇到患難，係有可能遇到敵人，但係聖經話我哋唔使驚，台山話係唔使亂。因為神係我哋嘅牧者，佢會係為我哋喺我哋嘅敵人面前為我哋擺設筵席。呢個意思即係話神會俾我哋有保護、有資源，會帶俾我哋安樂，即係聲譽啊，同埋面對患難之中仍然能夠有喜樂。弟兄姊妹，當我哋面對敵人嘅時候，我哋要記得倚靠神，因為神作為我哋嘅牧者，會為我哋帶嚟保護、帶嚟安樂。弟兄姊妹，諗一諗。喺過去嘅1年入邊，我哋有冇經歷過頭先所講神對我哋生命入邊嘅供應咧？諗一諗，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邊，係咪我哋日常生活嘅供應都足夠我哋日常生活嘅需要？嗱，我哋未必係大富大貴，但係我哋生活上面嘅需要，神仔適當嘅時候供應俾我哋。同時間，我哋有冇諗過喺我哋呢1年嘅生活入邊，面對人生一啲嘅交叉點？可能我哋要去揾工、揾學校、揾男女朋友，做人生入邊好多重要決定嘅時候，面對呢啲交叉點，我哋需要有指引。當我哋向神尋問嘅時候，神就帶俾我哋正確嘅指引。只要我哋放膽跟從佢，就唔會行錯路。有冇經歷過神呢一種對你生命上作出指引嘅帶領？甚至乎喺過去1年入邊，可能我哋真係受住病患，我哋受住公司入邊嘅敵人，我哋可能受住身邊一啲好唔如意嘅事嚟到去侵擾我哋。但係我哋有冇經歷過神喺當中對我哋俾我哋嘅保護，俾資源我哋去面對困難，帶俾我哋生命喜樂，甚至乎喺我哋嘅敵人面前去 defend 我哋嘅 honor， 讓我哋面對患難當中仍然能夠得着說不出嘅平安，得着從神而嚟嘅喜樂。所以想大家留意一下，睇一睇呢3個重點。喺你人生呢1年入邊，諗一諗，有冇經歷過神供應我哋生命上面基本需要？有冇經歷過神提供俾我哋正確嘅指引？有冇經歷過神喺我哋嘅敵人面前保護我哋？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個你都有本 notebook， 打開你 notebook， 以下落嚟會有一首詩歌嘅時間。你就喺呢個詩歌入邊嚟到去思想一下頭先嗰3個嘅範疇，諗一諗有冇經歷過神嘅恩典？有嘅就將佢寫低喺你一本 notebook 入邊。你有4分鐘嘅時間去紀念神，然後我哋一齊做一個感恩嘅禱告。你的手傳遞安寧，自太初應許的愛，我願時常認定。讓我哋一齊嚟做一個感恩嘅祈禱。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喺過去1年入邊，我哋生命入邊都有住你嘅拖帶。多謝你喺我哋人生入邊，我哋有需要嘅時候，你俾我哋合時供應。多謝你喺我哋迷失，我哋甚至乎要去尋找方向嘅時候，你透過身邊嘅人事物，透過聖經嚟俾我哋 direction， 讓我哋行喺你嘅心意當中。多謝你讓我哋喺生命遇到困難，可能遇到病患嘅挑戰，可能遇到生命上邊唔同嘅敵人攻擊嘅時候，你安排我哋嘅生命入邊有唔同嘅恩人、唔同嘅恩手嚟到拖帶我哋一步一步去經歷你嘅恩典。雖然可能我哋嘅生命、我哋嘅身體當中會有困難，但我哋經歷你嘅能夠內心一天新似一天。求父你看顧保守，
讓我哋喺我哋今年嘅日子入邊數算神恩嘅底下，我哋向你所獻上嘅讚美係蒙你悅納，我哋所獻上嘅稱謝係去印證你嘅信實，讓我哋用詩歌獻上你嘅讚美，都係屬於馨香嘅祭，係你所喜悅嘅侍奉。父啊，多謝你，讓我哋向你獻上衷心嘅感恩，我哋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嘅名字祈禱，阿門。喺我哋啱啱唱完呢一首嘅詩歌《如此認識我》入邊有一句歌詞提到，就係話神係認識我嘅，神係了解我哋嘅，就好似詩人大衛喺詩篇139篇嘅內容一樣。而家我想請大家跟住阿 Carrie 咧一齊嚟到去誦讀以下落嚟呢一段嘅經文，詩篇139篇第1至到第4節。耶和華啊，你已經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創造我哋嘅神係認識我哋嘅神，愛我哋嘅神，佢認識我哋，了解我哋。但係我哋認唔認識我哋嘅神呢？我哋有冇認識我哋嘅神一啲獨特嘅屬性？我哋有冇認識佢哋嘅作為？甚至乎唔係，講清楚，係認識佢嘅作為，唔係佢哋嘅作為。三位一體嘅真神阿溫家，認識佢嘅作為，我哋認唔認識我哋神嘅名呢？因為詩篇100篇第4節入邊叫我哋要稱頌神嘅名。詩篇100篇第4節入邊話：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各位弟兄姊妹，要稱頌神嘅名，我諗我哋首先要認識神嘅名。名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呢？名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喺聖經入邊，其實一個嘅名係不單止係描述某一件人事物，被賦予呢一個名字嘅嗰一件人事物，其實就擁有呢一個名想表達嘅特徵同埋本質。所以我哋應該去認識神嘅名，並且認識呢一啲名背後所講出關於神嘅屬性、佢嘅能力、佢嘅作為，以致我哋讚頌佢嘅名嘅時候，唔係念口簧，唔係不明所以。嗱，喺聖經入邊，神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名嘅。若果我想問大家喺舊約聖經入邊，我哋所信嘅神最響朵嗰個名，應該大家都會諗到就係耶和華 Yahweh， 或者喺英文聖經咧叫 Jehovah。咁 Yahweh 呢一個字咧，其實係出自呢一個出埃及記6章第2節嘅。呢一個就係當神向摩西話俾摩西聽，佢嘅名就叫耶和華。而呢一個耶和華咧，其實係源自出埃及記3章14節，神對摩西講嘅時候所講嘅一個嘅動詞叫做 I am。I am 中文譯做我是自有永有，英文咧就係 to be。原來呢一個聖經嘅字 I am 咧，如果你睇睇呢 Bible 嘅 footnotes 咧，佢會話俾我哋聽，原來 I am 呢個動詞就反映出神係唔會受時間限制，佢以往存在，佢今日存在，佢將來都會存在。並且 I am 就係 I am， 佢係唔會受任何人世間所有嘅事物嚟到去鉗制控制。所以中文聖經亦就係話自有永有。面對住耶和華呢一種自有永有、至高無上嘅獨特性，你覺得值唔值我哋呢一批受造之物、屬佢嘅羊、屬佢嘅子民嚟到向佢獻上衷心嘅敬拜？嗱，神除咗耶和華呢個咁響朵嘅名之外呢，其實3個位格都有唔同嘅名字係同你同我息息相關。另一個屬於父神嘅名字咧，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就係值得我哋為住呢個名去向神發出感恩。因為若果神冇咗呢一個名嘅時候咧，可能你同我都唔可能有永生。呢一個關於父神嘅名字就記載喺創世記第21章33節入邊，呢一個嘅字叫做 Elohim。嗱，聽清楚啊 ，Elohim 個意唔係我哋平日成日都認識嗰個 Elohim 啊，唔同嘅。呢個字 Elohim 呢個字咧，其實係解做 everlasting 永恆嘅存在。所以你留意一下，中文和合本譯做永生神，永遠存在嘅神，永生嘅神。咁你諗下啦，我哋所相信嘅神係一個永恆存在嘅神。喂，你要諗清楚，佢永恆存在，先至對你話能夠俾你有永生呢個承諾。
有啲實際嘅支持喎。聖經入面講，父神願意我哋透過耶穌基督嘅救恩，因信稱義而得到永生，即係一個永恆進入永恆嘅生命，永遠與神同在。如果神自己唔係永恆嘅話，咁佢咪揾你笨？如果神唔係永恆嘅，佢話俾你永生，即係大隻講，不能兌現，咁就大件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應該紀念到呢一位神係擁有一個永恆存在嘅屬性，因為佢永恆存在嘅屬性影響你同我能否將來進入永生。為到我哋將來有永生呢一個福分，難道我哋唔應該為住一個永恆存在嘅神嚟獻上感謝咩？而喺新約聖經入邊呢，耶穌基督都擁有一個名號，一個名字，又係同我哋嘅永生係非常之有關嘅。呢個特質，你呢個名字嘅特質係乜嘢呢？睇一睇聖經入邊呢，就係喺呢一個啟示錄1章5節話俾我哋聽，耶穌有一個嘅名號，有一個名字就叫做從死裏首先復活。嗱，你睇落去好似係一個形容啊，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名字嚟噶。神學書話俾我哋聽，從死裏首先復活係一個屬於耶穌嘅名。咁樣耶穌擁有呢個名有乜嘢重要呢？睇睇哥羅西書1章18節，聖經記載話耶穌係教會全體之首，耶穌係原始，係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耶穌可以喺凡事上居首位。嗱，大家要清楚記得，歷史上聖經歷史上，不論新舊約，都有普通人死而復活嘅，係咪？但係嗰啲死而復活嘅人係會喺地上肉身再死亡，但係耶穌唔同啊！耶穌喺聖經歷史入面係第一個從死裏首先復活，以後唔需要再面對死亡嘅人，就係因為耶穌有永恆復活咗，能夠進入永恆，有唔再死嘅生命。你同我作為跟隨耶穌嘅基督徒，先至能夠好似耶穌一樣跟住耶穌復活。睇睇哥林多前書15章20至23節，請大家一齊跟住阿 Carrie 嚟到同心誦讀哥林多前書第15章20至到第23節。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大家留意到頭先聖經所講，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我哋能夠復活，就係因為耶穌基督能夠復活。耶穌基督復活帶俾你同我將來能夠復活，能夠去進入永恆。難道作為基督徒嘅你同我唔應該為耶穌擁有呢個從死裏首先復活嘅名字嚟到去向佢感謝、向佢稱讚咩？嗱，講咗聖父、聖子都有名號同我哋永生有關。聖靈一定走唔甩，聖靈其實同我哋永生都有莫大關聯噶。請大家跟住咧，阿 Carrie 嚟到誦讀羅馬書第8章第2節。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嗱，聖經呢一度咧講咗話聖靈擁有一個名字，聖靈嘅名字就係生命嘅靈啊！再睇睇頭先張投影片，生命嘅靈。其實係佢嘅名字嚟噶 ，The Spirit of Life。羅馬書8章2節入邊講，原來聖靈咧就係呢一個有能力使我哋脫離死亡。咁當然呢一個死亡就係講到我哋將來需要進入地獄火湖面對嘅永死啦。呢個能夠賜生命嘅聖靈 ，The Spirit of Life， 即係俾人有生命嘅靈咧，係聖靈嘅名號，能夠俾我哋有機會脫離永死，即係能夠有機會進入永生。所以聖靈呢一個嘅名號，亦都同你同我嘅永生有莫大關聯。難道我哋唔應該讚美佢嘅名咩？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嗱，平日日常生活入邊咧，我哋好可能都忽略咗神嘅名，係咪？我哋好少嘗試去認識神嘅名，認識得最多咧，梗係耶和華以勒，因為話神供應啊嘛。我哋成日都好想借得到神嘅供應，但我哋冇諗過，原來神嘅名同我哋嘅生命息息相關，神其他嘅名號同我哋嘅永生息息相關。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應該就住頭先我哋所提到神嘅名，我哋應該為住神嘅屬性、神嘅能力獻上感恩，獻上讚美。所以讓我哋一齊嚟到紀念我哋頭先提過神嘅名字，讓我哋一齊嚟到去讚美神嘅名。
就好似詩篇100篇第4節講：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讓我哋一齊用呢首詩歌，讓讚美飛揚嚟讚頌我哋神嘅名。弟兄姊妹，詩人喺詩篇第100篇第5節入邊，佢話：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傳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留意上下文第4節入邊講，神話我哋作為神嘅羊、神嘅子民，我哋要稱謝神，我哋要讚美神，要感謝神，要稱頌神。因為點解？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God is good。嗱，點 good 法呢？詩人特別強調神嘅慈愛傳到永遠，神嘅信實直到萬代。清楚講明神對人嘅愛嘅承諾就一定會兌現，佢嘅有效力係直到永恆不變。而其中神對世人永恆嘅愛就好似羅馬書第5章第6至11節入邊所講。請大家跟住阿 Carrie 一齊嚟到誦讀羅馬書第5章第6至到第11節。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着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憤怒，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們既藉着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着他與神為樂。聖經入面話，當世人仍然係罪人嘅時候，神已經讓耶穌基督降生於世，死於十字架上，讓我哋能夠因信稱義嚟到去接受基督嘅救恩，得到永生。呢一份對我哋嘅愛係永恆嘅，係永遠有效。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未曾信耶穌，或者我哋在座當中仍然有未曾接受基督做個人救主嘅，繼續同我哋一齊嚟到去認識神。希望你能夠認識耶穌基督嘅福音，喺將來嘅日子可以接受基督做個人救主。我哋亦都要好好地把握呢個機會，同我哋身邊未信嘅朋友嚟到去講關於神嘅美好信息。其中一個方法，12月14號我哋有福音主日崇拜。而對於做咗基督徒嘅弟兄姊妹，更加要記得，我哋經已接受咗耶穌基督做個人救主，享受到神呢一份拯救嘅大愛，就讓我哋一齊起身站立，嚟到去唱頌以下落嚟呢兩首詩歌，去讚美神俾我哋嘅愛，賜俾我哋豐盛新生命嘅救主，讓我哋一生能夠好似詩歌一樣，活着為咗敬拜，並且以神為樂。主俾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俾我哋今日有機會去思想過去一年神你對我哋嘅恩典，你對我哋嘅恩惠。求父神你幫助我哋，讓我哋嘅心入邊充滿純正嘅感恩、純正嘅讚美，讓我哋頭先所唱嘅心入邊所敬拜嘅，完全獻到你面前嘅係蒙你悅納。求父你幫助我哋面對前路嘅日子，記住憑信心去倚靠神，去經歷神，因為我哋深信神必看顧，讓我哋一生學習倚靠神嘅時候，同時學習以神為樂。我哋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名字祈禱，阿門。